欢迎1号出场。欢迎。哇，是文心，我是，金姐，我是 EL 文心。我是你 break 啦？不是啦，黄啊。哦，黄文心，黄啊，对啊。你把请 O A， 你把 Yellow break 啊，不加一起好了啦。入团，正式入团呐，真的，你看姓黄还合理。我们谁入团都 OK。来，宝贝终于来了耶！是，我们超偶的宝贝终于来了耶！金姐今天来到这边是要 PK 还是比赛？要踢馆。这里没有一个厉害的声音。好，神手力量，对，来深深的给我来看我哈，聊聊天这样。好，猜看他是花多少钱做的哈？第一个，金曲奖最佳方言男歌唱主持人。哇，男歌手很厉害耶！方言男歌手。金曲奖最佳方言22届男歌手，2008年出道。就超偶嘛，对，超偶。1张 EP， 4张专辑，一个数位 EP。你们认为他花了多少钱？都是自己花的吗？这些全部不知道 ，We don't know。等一下不能发问，不能发问。总共5张哦，到现在也可以6吧，对不对？1张 EP 的数位这样子。所以你认为说现在要当歌手，有这个梦，他应该花了多少钱？来写下。一定很贵，这绝对有破百，一定很贵。来翻牌，可怕，600，郝奕俊10万。1500万，10万这个是看不起。500万，1000万，600，女生比较平均哦，400、800、600、500，所以没有人猜中，没有人猜中，真假的？正确解答在我手上，来吧，李毅，来，帮忙，100万，第一桶金，没了，其实竟然没有人猜中哎，对啊，算的很少哎，很少，没有了，其实如果你说全部做起来，自费，我们讲自费的话，当然是因为我是做我的那个数位 EP。哦，你做这个数位？对，2首歌曲，2首歌是做什么类型的？其实也是台语，但是比较 rap 吧？没有，说唱没有啦，就是比较流行音乐台语歌曲。你应该炫一首给他们听听看，他很会唱布袋戏，学布袋戏讲话，有回音的那一种，有没有？哦。他随时都可以来哦，他超迷，他非常喜欢霹雳布袋戏，对不对？是。你还记得吗？记得啊。直接来一段好了，我就来一个差距比较大的。好，比如说《乱世狂刀》嘛，《乱世狂刀》那时候就是有表演。好。哇塞！一笑一变变心意，无尽功名15年。然后下一个《一页书》。世事如棋，乾坤莫测。超进英雄啊！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比较邪恶一点。悠悠天外破苏醒，临兵急出无名魂啊！好香！为什么悠悠看我呢？悠悠是什么？遥遥天涯。对，悠悠看我，不是游览而生的游。硬要打歌，真的。好，先欢迎黄文兴哦，谢谢，欢迎，你好。再来聊聊看，到底他们做唱片到底有多辛苦，自己自费嘛，对不对？接下来欢迎2号出场。快200万，所以这个我有听过他的歌哎，真的吗？我是 B-Boss 的那个，对，没错，真的好听。是开始 B-Boss 他的歌啊，我是 B-Boss 那个，对，哦，200、300、300，哎，都落在300，还有100，因为刚刚猜太高了，他现在不敢猜高。好了，来看一下，来哦，到底是多少钱呢？我花了120万。哇！哎，有人180，比较接近。一首数位的 EP， 才1首而已，数位的就2首，对啊，他就100万了，你这么多，我是3首啦。啊，专辑呢？专辑是之前出过的。找到潘娜金主，不是啦，那个时代不一样了啦。对，真的不。这是2号 Echo 120万，来，就。我本来想看这边是1号，想到2号讲，哎呦，
这边还算，我们是一堆人的，不知道怎么算啊。实习生啦好接下来我算介绍3号，好不好？你好，大家好。好哇，好，怎么到处都第10名啦？什么福建东南卫视比赛第10名？什么就？为什么要贴这一张？因为好笑。我个人那时候有出钱，然后集资去要出专辑，就是金主不见了。哦，倒了，他就突然赖不回，名叫东区不倒翁。对，东区不倒。一定会倒。老鼠团体，一定会倒。那个叫小强也很好。那是为什么？东区小强，东区大大壮，他就没多少，他就没多少钱，不是他没多少钱，他要怎么出钱？他一定都是找哥哥们呐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找哥哥们？潜规则他一下。都好少。 80、50、最高就80哎。好了，我来看看真正能到花多少钱。多少钱呢？接下来欢迎4号出场。为了圆唱歌这个梦，他有3张专辑、4张 EP， 这边还有没有？哦，5首单曲，很多呢，很多呢，出很多呢。翻牌，200、100、200。哇，都蛮高的。600，这目前只有那个谁，张成东最看得起你哦。600哦，女生比较好，女生有700、800。800的，我觉得这差别有点明显。孙生他就一直在酒吧，哇，他还有酒吧，那个酒吧是附属在那个录音室里面。哦，好赞哦！音乐做到一半，然后喝一点这样子，对，这样才有 feel 啊。所以说这个很棒整个的总花费为了音乐的话，自己可以做很多事情。对啊，音乐好不好？谢谢姐姐，要赶快把它出来，不然那个时间到了啊，时间到了呢。我坦白讲，我第一3张专辑，1张 EP， 好，共4。很厉害哦。哎，其实做唱片圆梦是一个很辛苦、很花钱的事情。其实我第一张，其实我算原住民。你觉得法爱到底花多少钱？翻牌，200、1000、600，1000呢？跟你讲，李所以来哦，真的要猜一下吗？你们，我先简单讲一下你们组合是怎么认识的。哦，我们组合非常简单，因为我一直都有玩团的梦想，就是这个梦想一直在我的脑。这有什么好猜的呢？我不浪费时间在你们身上，谁知道啊？一点都不想浪费。根据这个节目流程，自己讲。我们的第1首歌叫做《要吧》。黄明星自己出唱片，天价投资却惨赔。为了圆心梦，但是问题是，你花了100万之后，数位发的时候赚了多少钱？没收什么钱呢？你看下载那个都几块钱而已。对啊，很少。我说他花了100万，3个月收几块钱吗？我大概有看，他每个月我大概看一下，好像100多块。100多块，天哪，朋友啊！你还发唱片吗？文心哥，我们还是回去拍戏好了。是真的啊，数位真的收回来就是1个月100块耶。文心，就是你到数位的时候才是自己要做的。对。对不对？但辛苦在哪里？你觉得自己做的时候才知道别人花钱的痛。是啊，痛在哪里？痛在你要就是花钱，然后就是所有的你要事情要自己去处理，然后你要去找。但100万是你所有的钱吗？就是你存折里面有多少钱拿了100万？其实存折里面我拿了100万，里面只剩那时候10几万吧。对啊，其实也花真的就是以这个比例来讲的话，对，等于几乎所有。对，因为这些钱是我之前就是拍戏存的钱的。对。所以，因为就想要做自己的音乐，然后做自己的音乐。有问妈妈吗？这当然是没有啦。妈妈应该会支持啦。妈妈就是还蛮。妈妈好奶哦。对啊。对个屁啊！懂什么？又一节，我的麦放在这边。你是认识？这拿起来有点延迟，对啊。好像你跟我妈很熟这样。不是手快烂熟。对啊，你的熟吗？怎么这样？以前在主持超偶的时候，经常会连线到他妈妈，妈妈效果非常好。妈妈就是在电话里面讲：“美心啊，文心啊，好奶好奶哦，妈妈好软哦，好奶哦。”就是蛮对啊，他就是比较讲话轻声细语。对啊，如果说你要拿100万出来，如果你告诉他，他会生气吗？
他一定会生气的，因为他觉得你好不容易那么辛苦，然后存这么多钱，对，人生第一桶金100万呢，好不容易存起来了，但是我要再为了一个梦想，就全把它砸进去。而且一开始但问题你出那么多张了，你为什么还要？你应该活动也多啊，你为什么还需要出一个数位的活动？没有啊，我觉得因为那时候歌唱比赛其实越来越多，其实真的你像什么有台什么明日之类的很多嘛，然后你选手一届一届一直上来，知名度就一直被推掉了。就是选择大家都是观众群众的选择性多了哦，然后大家都想说一定要可能便宜又达到效果之类，他们可能觉得知名度又还好。会不会因为你拿了那个最佳男歌手？你们觉得有时候这个会变成你说金曲魔咒吗？魔咒，其实我们会觉得你贵啦，会不会觉得？其实我没有涨很多，可是我如果要说金曲魔咒，我觉得还真的有，因为我大天地得了金曲奖之后，5年之后才发片。哇！我5年之后才我就想说，我不能这样，我还是想要。还是要做一些音乐，不能让大家觉得说，黄鸿先去拍戏了。对，好像就觉得说，黄鸿先他不是歌唱比赛，可是渐渐从你是歌手变成就是一个演员，所以这个还是为了圆心梦。但是问题是，你花了100万之后，你有没有宣传？其实宣传就是比较少，因为在这个窗口我们就比较没有那么专业。对，就是因为你自己做唱片，所有的东西你都要自己找，那你宣传你也是要花钱啊。对，所以这方面就是很多人就是把钱花到刚好把唱片推出来之后没钱啊。对，把质感弄到最好。还有像刚才金姐说 MV 它其实就是很花钱。对啊，最花了，真的很花钱。现在的所有的朋友看到他们出唱片，听到很多的歌，自费。你会觉得说就一首歌，那我就听听这样子。那以前你会觉得说哇，花好多钱，我要听。为什么现在自费，你反而觉得没什么，不对，对不对？感觉不够专业。对，但是不会，但是因为他那个诚意是不一样的。以前大公司在包装在砸，那是砸钱打广告，他自己就很辛苦了。以前的数位资讯没这么发达，数位平台比较少，对，数位平台比较有。现在数位资讯就是你可能花个100多块。对，数位的东西，你就可以来听好几千首。那你那个数位发了之后赚了多少钱？赚啊，就是收了多少钱呢？你放了数位嘛？没有，那个没收什么钱呢。你看下载那个就几块钱而已。对啊，很少。真的是，我一直说他花了100万，3个月收几块钱吗？我大概有看他每个月，我大概看一下，好像100多块吧。100多块，每个月的他扣掉，然后这2首的那个收益他分给你的，真的。亲爱的朋友啊，你还发唱片吗？真的不是那么简单。文心哥，我们还是回去拍戏好。是真的，数位真的收回来就是1个月100块耶，你知道他们辛苦了吗？对啊 ，Echo 有辛苦在哪里？我那时候做一个单曲，我选择用募资平台来募资，想说可以。请粉丝帮忙。刚刚说露露募资了多少？对他200万。对。露露很厉害，募集200万呢。其实募资它有一个概念，就是说，不是说人家就给你钱，没有，你要出商品。你会出商品吗？没有，我们就是表演者，可是我们要先出商品，然后来卖，然后卖的钱才变成，比如说我卖这个500块，变成500块，好，我募资到500块，可是这个有成本的呢。然后有帽子，就是要有一个流程就对了。然后 USB 道理哈，对，他很会讲大道理。还有老 USB， 那就是我的单曲在里面。你是有在上政论节目？没有，保洁怎么说？好笑，今日最好下一句。Echo 真的没有，我就想要给大家建议，因为他很少上节目这么慌张，真的。对啊，就是上节目的时候，轻松点，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呐。后来我跟你讲，我知道募资平台基本上也不是说你在做成本一件事情，是不是？问题是你拿到资源少，对啊，你懂吗？但是我说我帮你凑齐，哇，多感动！你看看，你把它补足。对，我说如果不够的，我帮你补足。大善人，就是要写一个故事啦。真的为什么会第9名、第10名？靠把我叫第1名了，好不好？不会对不起。不会，人家有林宥嘉，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还有就是发专辑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，因为那时候没有想过说，原来一张专辑需要筹备这么多事情，那么多钱。
卖给谁？虞美人。哇美人节。那时候他就是反正几万块，词曲才3万。对，公定是3万，然后再抽后面的版税。还有因为还唱也是我。然后我就是和声也是我都算在自己加代言，对，也是哦，就是自己接线，我还自己烧，因为比较便宜，然后去听，然后戴耳机。你爸爸知不知道你想出唱片？他应该知道吧？哦，对不起，也是 ，No name 啊，就为那一顿。我本来要请老师帮我。接下来就来听听黄文兴的心路历程吧。讲2首了，一首就因为你，一首叫我无底家。我没钱啊，我无底家，我没智证，我无底家，我无底家，没有在这，是什么意思？我无底，我没在这，反正他无底他的，我也没底，对，不是我无底家，我无底家，然后每个人讲，哎，那我要怎么回应？啊，你底多，然后他都会讲说，啊，我的家，鬼打墙，对，他都一直唱我无底家，啊，你底多，我的家，有鬼打墙啊？对啊，就是没有啦，就是反正我觉得做音乐就是真的不能想太多啦。如果你要想很多后果，很多什么你期望可以有什么收获的话，我觉得你会做。对，现在做唱片是这个样子，真的是这个样子。现在做这个样子。现在谁去唱片行买 CD 啊？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是数位。我们卖几千张已经很厉害了耶。厉害，真的。现在几千张是强哎，厉害。几千张我已经4周冠军嘞。会挂，没有错。要整合起来呀。我赚钱的速度不够，我一拖下去，嘣，不 OK 呀，对不对？法爱。就是你看，法爱从一出道的时候，一直唱歌，就是餐厅，对，要来要加油，来要掌声鼓励，真的要让大飞你后面那个工程请他们写下，就是你觉得大家认为哪一位算了，还生人钱不要再花了，冤枉钱，这么残酷啊！不是，因为我跟你讲是真的，有些人真的想圆梦。再多钱他砸下去，对不对？但如果真的收不回来，龙年哥，你就算再严厉，你的声音都是温柔的。哦，这样子，我更严厉的看你们，辨识度这么高，去对谁？对孙生密探这个位置还可以写孙生，可以写。来喽，来，艺术不能勉强。哦，你会劝黄文兴不要出来，哇，太怎么有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线演员就是有他的理由哦，对，所以他就好好演戏。会说，对不对？压力好大，压力好大。拍戏就够了啦。我跟你讲，人生哦，一条线就够了啦。志豪为什么来？就不离十，我差这一名了，真的差这一名，可以说是第6名了。就是歌唱对手的，就是大家都很强，就是前3名比较猛，对，就比一边而已。对哦 ，Echo。真之好。哎，我人气蛮旺的哦。恭喜你啊，蛮好的嘛。不一定要唱歌，口技天王也是一个不错的地方。Good， 一杠加分。他在说你口技好。No， 你知道口技在台湾我算已经是蛮 top 的，被关注到 top 中的 top。对。那你要生存下去，一定要被看见。那你要怎么被就是商演啊？开始，你看，快点，感受到什么？你要有事业关系，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。对，你一定没有听过我的 B-box 的那首歌，有没有？讲吗 ？B-box 那个的，回去听过，不是退场。